那么做那个这个观念效应不的，哎呢观念的你们这个小概开始好像没看到了呀现在的体克，哎你不知道这个前面的也我们中学没有到什么门着，哎你观念的我是快点门就是的，快点门就是的，哎那个看不开讲是的，哎那他了呀在起。现在体克呢，总学习，现种，他讲没说呢，现种，这跟这也是个。现在个是我这是，我那让他退休注意了，这里里说是点了，就完了，叫什么？那肯定是退休的，这老子上面干了。当然购茶有必要的，俺学过购茶去，俺说怎么在晓得个。那并不都是那个的，现在我讲样嘛的，就是忙活的的，运气啊讲的啊，哎你眼累死，哎你，那就大概眼是在这上下班吧，光不要我去摸摸头去，哎那个国家讲在上面巴拉生的，啊那些现有现的有，这里呢的改些夸巴吧，但没事的都什么看出来就是什么的。但也还没这，他两个都是那嘛吧？但这样子没有什么的艰苦难的，他们俺西边可都落对不起，但我呢，啥他有啥么这个用途去管的？俺改去西个他们的，他肯定是想要什么身体健康去，这墙上我老干开些要什么钱呢？差不多的，叫什么？电修呢，譬如有些慢点，譬如这个脚就到这什么的，我也没就是休息了，有点开了脚开的。那都看着来有搞的嘛，都打死你能有点晓得，我那的，像是们这个两年子，该把吃饭的是那个样的，该把吃饭的是这个把吃饭子你现实的，们这平时这个你该把吃饭是这个现实的，那卡起写过的，是吧？说我等多，我说我那是讲着，上节个确定，我咋等着着，我那才能我咋等着的，上节个确定，这是我上节个学。我说等着钱那个名字，我说等着钱呢，我原来是听不讲着了嘛的，这个当到了，这个他去用什么有啥说，被点来贵州说有什么兄弟等个没多啊，晓得吗？我就这是，呀，当然这是王朝呢，广大。